我覺得討論係需要有質素啲嘅。喺講全民退休保障，當然我係支持嘅，但係咧，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嗰個全民嘅定義係乜嘢。而家中共殖民，我哋香港根本就冇人口政策，新移民不斷咁湧入，而新移民可以享有香港人嘅福利，咁我哋係咪首先要為香港人呢個身份把關先呢？所以即係講政策啊，講政治啊，唔好淨係咁單純喺度講打一啲民生牌喺度諗住討好選民，要全盤全局咁樣去考慮，就唔可以淨係單單咁講，好似即係譬如民主黨頭先喺度質疑我關於呢個咁樣嘅基本法，佢哋自己又唔了解個論述，唔明白個論述，就以為搬龍門。但係其實喺呢個咁樣嘅關於頭先講普選又好，基本法又好，好似喺雨傘革命期間，你哋係咁講公民提名，但係唔修改基本法45條，又點可能有公民提名呢？你根本就迴避整個局面嘅政治嘅。你係支持，唔係去討論咧？呢個喺呢個論壇上，我哋而家喺度討論緊已經係一個違法。你白痴嘅討論，梗係有分支持同唔支持㗎啦。你公開宣佈支持，咁啊點啫？就係違法。你話報警，你報未啊？報咗。你頭先報個選管會啊？我仲去選委會投訴添。啊，所以咧，你好似去咗地方啊。響講到呢個問題上，我哋去討論，但係支持港獨一定係屬於違法。咁你討論啦，支持唔支持嗰個白痴仔？大家見到咧呢一個嘅九龍東頭先講過啦，病床係400個人先分到1張，而我哋見到未來九龍東嘅發展呢係非常之多嘅。以觀塘區為計啊，而家係有64萬人口，但係去到2023年呢，講緊去到成70萬人口嘅。咁有啲人究竟係點樣嚟嘅呢？所以我哋必須要知道我哋嘅人口究竟係點樣嚟，幾多，我哋先至可以做一啲嘅政策。以呢一個範圍嚟到講，點解我哋嘅單程證到而家其實基本法裏面寫到明嘅，基本法係寫到明第22條呢，其實香港係有權係審批呢一個嘅單程證。我想問啊，頭先問咗高達斌啊，佢覺得每一年5萬幾嚟香港係冇咩問題嘅。我想問下謝偉俊，你同唔同意香港應該攞翻單程證嘅審批權？倒轉咧，因為剛才冇機會俾你回答咧，我想問一問你咧。你答翻問題先啦。你今次呢個選舉咧，重點咧就係話要1分鐘，你就轉咗呢一個題目，你正式答咗先，你答咗再用你時間再問。同意考慮可以從長計議。咩同意同意定考慮先？你講清楚，你又任何重要政策改變必須審慎考慮。答咗你問題，你而家已經真係可以講到基本法第22條已經講得好清楚，點解你唔跟住做？等陣。我想講嗱，之前咧喺某個論壇咧，你哋咧就不斷咁去討論全民退保。當其時我就好清晰咁同大家講，如果香港冇人口政策，講乜嘢都係嘥氣。嗱咁譚文豪都學得好快啊，但係咧你學得人口政策，我諗係每一個政你學得唔夠一屆咧，我而家都係會講嘅題目。我而家教你啊，嗰個唔單香港冇人口政策，計唔到人口，唔單係嗰個單程證審批權嘅問題，仲有關於基本法24條。因為基本法24條關於香港人嘅身份，佢列明咗就係所有中國嘅公民喺香港出生都可以享有香港身份證，亦都係出現咗所謂嘅雙非三非嘅問題。亦正因為呢一個問題，所以我哋冇辦法計算到究竟有幾多人會落咗嚟生咗個仔，跟住攞咗身份證、攞出世紙、攞身份證，呢個先係令到我哋真正最主要其中一個冇辦法計到人口嘅地方。所以一定要修改基本法、全民制憲。啊，你哋繼續討論啦，你哋繼續討論，我補充資料。請問你對於有人提出香港獨立嘅意見，支持定反對？原因喺邊度？關於呢個問題呢，其實大家唔係好理解嗰個狀況。頭先聽咗好多討論。首先第一樣嘢，其實香港本來係獨立嘅，香港本身係一個獨立嘅實驗政體嚟嘅。頭先好多人喺度，尤其是泛民主派嘅人喺度講話香港冇條件獨立，你哋首先要搞清楚，一國兩制本身就釐定咗中國同埋香港本質上係一個邦聯嘅關係。香港有獨立嘅有自己嘅貨幣，有自己嘅司法審核權，有自己司法審核權，有自己嘅國際地位。而家需要做嘅嘢，只係通過全民制憲去修訂基本法，令到我哋可以釐清我哋同中國之間嘅權限，去落實我哋嘅實現主權。喺度講香港冇獨立嘅條件啊，各樣嘅嘢，其實係對於我哋身處香港嘅狀況唔了解，同埋亦都唔好將一件事講成為天方夜譚。邦聯制度嘅關係喺世界上面各個地方都有出現。我係熱血公民10號候選人黃洋達，我今次參選係要推動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。
雖然我仲未當選，但已經取得好大嘅成果。而家各黨各派都爭相喺度抄我哋嘅政綱，民主黨講永續一國兩制，公民黨講檢討基本法，連人民力量抄得最足嘅，直頭講修改基本法，永遠自治。呢個係一個好現象，但係未夠好，因為佢哋始終一知半解，好似頭先咁樣，我要補充資料。所以作為先導者、倡導者，我要進入立法會帶領佢哋票投10號。